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婚林斗六市公所，伫当地太平老街布置16000派高压灯。这个高压灯是斗六市18间各中各小的学生的作品。12月23，要伫太平老街福德宫来点灯。 斗六市太平老街已经挂真侪高压灯，虽然还未到点灯的时刻，不过剩真侪民众来遮欣赏翕相。为了迎接明年中年，斗六市公所今年也特别扩大花灯的范围。去年是1万盏灯笼，今年特别破纪录将近15000多颗，接近16000颗的灯笼。伫老街每一个高压灯都是由市内18间各中学生配合公所彩绘完成，主题包括中年幸福斗六、捧起森林公园和天马行空艇。公所嘛伫12月23，伫咧福德宫边举办点灯的仪式。我们要让我们所有台湾的民众，还有我们斗六市民，能够享受到我们年节的气氛。高灯挂满太平老街，展现壮观的灯海景色。花灯卖电话到明年3月30日，邀请民众拢会当来遮赏灯翕相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